有智慧，讲台语，提百万来，欢迎第一组的来宾，咱팀队。摕奖金，阮唔惊，做你来，阮会赢。哦，有啦，好，第二组来宾，欢迎咱唱队。好歌唱互世界听，奖金较济嘛唔惊。哦，大家拢唔惊，来上擂台，正，来谢你哦，好，谢你豆豆来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翔。来介绍我的朋友哦，是阮朋友队友。哎呦，志勤，欢迎啊！李志勤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志勤，足久无看了，小久诶，你第二道来啊？我第二道。来介绍你的朋友。好，我有师妹雅茹。大家好，我是郭雅茹，我是志勤姐的师妹。哦，师妹啦，师妹，今日穿甲足西区市的。哎呦，不要紧，希望今日他发挥甲真好，甲大家讲甲足西区市的赞啊！欢迎你咧！来，搁三个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廖景春，我叫阿勇啊，我是做兄弟的朋友。哦，朋友你好，你好，是一个歌手啦。嘛是一个歌手，大家拢无啥敢讲家己是歌手。为什么哈？因为迄边有徛一个老师，老师，有。迄边有一个老师。哎呦，有，来到家拢输较济啊！老师，你莫咧讲老师哦。嘿，好，欢迎你咧。谢谢。好，来跟三个去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亮晶，伫厝的妈妈叫我阿金啊，我是志勤姐，我是做导游的，之前带团有甲带到安尼啦。带团有甲带到变做好朋友啦。这种足难得的嘿，呢。啊，带来遮参加咱的节目啦。嘿，这都有缘呐。是，今日真正有影有100万哦，咱一定爱拍拼甲摕起来哦。准备好啊吼，无问题啊啦。好，阮这边无问题，看你那边有问题无？是，阮这边嘛无问题，阮这边无欠100万。无欠100万。欢迎咱的队长，咱的老邓诶。老邓阿姨哦。我是老嘉颖，我今日来有2个目的。第一目的要来摕100万等去。哦，第二目的要来宣传我的演唱会。哎呦3月18日台中市中心大学惠春堂，我甲黄山亮、李明阳，我有一个3冠王说唱秀。哦，3冠王啊，真特别嘞。是。真特别的活一面动。开讲，一面唱歌呢。对，足温暖的一个下晡吼，一下到时啊2点半开始唱哦，唱到可能11点外就会煞吼。8点钟啊，哎呦，唱3点钟啊，唱3点钟。人家2粒便当等于。是。后来介绍你的队友。好，介绍我这是我的演唱会总监总策划，咱的周伟杰老师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波多联播网的主持人bingo周伟杰周伟杰哈，周伟杰。好，老师欢迎你嘞。谢谢。好，来跟三个去。哎，两个你好，我是阿亮啊，黄山亮。我也要参加这届演唱会哦，大家会记得来看看。好，谢谢。还有一位，嘿，来，搁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单依晨，依晨，对，我甲演唱会小可有一点点牵连。哎呦，因为阮其中一个老师今日无来，我代替伊来。哦，明阳，伊教我唱歌的，所以我嘿对。是歌唱老师，对，外国老师有代志吼。对，现在跟会讲啦。即摆都落飞机呢。哦，不是无欠100万。哦，伊有特别交代，爱好我礼金，好啊礼金。来，咱就要先介绍咱的第一个老师。是，把声欢迎咱陈鸿辉陈老师。讲台语，唱台语，交朋友上欢喜。有朋友嘛是上欢喜的。我惊讲咱若搁继续讲落去，老师可能坐你遐会坐足久的。有影。啊，若袂记你讲，咱搁有真正要摕奖。要比赛啊，对啦，有影呢吼。是，来100万就是伫遮。哦哟，来，请看者。现金哦。嘿，100万。公众电视无咧骗人的。啊，毋过咱今日的奖金，咱嘛爱拼一个啊。上济才4万几块。对啊。即马目前敢若还无人摕到哦。我顶回来摕3万7。3万7哦，嘛算悬的哦。哎呦，安尼制作单位那个互你啦。好，来今日4万几等你哦。好，4万几等你哦，拼落去哦。来，咱的第一位啊，开始。
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。这季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有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西瓜挖大饼，台语新书大，调查边啊调查你。哦，譬如讲三冠王好啊，是，这个名词吼，咱定定听到，但是因若真正讲做台语的时阵，是赵丽欢吗？我感觉是三冠王，冇可能三冠王是三冠军。哦，拄啊3个冠军嘛。对啊对啊。嘛对咧。所以譬如讲这种的就是新词啦。新词。安尼讲。对。咱即马就是啊做一下调查，譬如讲这个物件，大家讲法有偌济，咱选2种出来，互大家选，倒一个是上济人选的，倒一个较济人伫讲。对。吼，咱分数哪算？哦，咱这回合拢中3题。3题哦。那拢要到上济6000块。哦，6000块先摕起来哦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。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乐器小号的台语，倒一个上侪人讲？哦，小号哦，嘿，小号大家拢知影是啥嘛？你若去看到人演奏的时阵，拢知影小号拢是啥？就是小喇叭。是我的是小喇叭。啊，咱阿雄我吼，我认为叫做世纪鼓吹。世纪鼓吹，因为伫咧咱台湾传统的乐器内底吼，不管北管南管拢有一支安尼咧分的，但是迄叫做鼓吹嘛，对吧？鼓吹。这外来因为形差不多，所以可能甲号做世纪鼓吹。吼，到底是我的小喇叭，还是我的世纪鼓吹咧？来，咱2队请选择。那唔知影方向哪阮贵哦。来这边真正有个风险分贵啦吼，因为咱也唔知影这到底是叫小喇叭，是叫鼓吹。吼，来，阮Kim妹，因为我写一首歌叫做《爸爸的歌声》的时阵，是我有请武雄老师，甲我安尼修一下，伊原本有一个歌词内底有讲到喇叭，对。就是我咧想讲，若这个喇叭既然会当成立，小喇叭就是世纪的嘛。我其实是有淡薄想讲，世纪的是安尼讲无唔对，啊，毋过喇叭是喇叭，所以小喇叭我还是到尾还是选你啦。好，来咱这边的咧，我选世纪鼓吹呢，因为吹喇叭来讲，我感觉世纪嘛，所以我就把它就是给它并过来。对，你给它翻过来。较早人咧做迄种白场的时阵，常常人咧分鼓吹。我是觉得是这样的意思，所以我是这个意思。对，我刚刚是安尼的意思。是，来老邓的。因为鼓吹伫咱台湾音乐内底算南管北管当中用的唢呐。你若一般来讲，小喇叭的话，伫咱台语嘛有一个正确的讲法，咱讲小吹。你若乐团内底拢叫小吹，但是因为恁无这个答案，所以我就只有经小喇叭。小喇叭。世纪鼓吹2种是无共款的乐器，伊虽然拢用喙笨的，但是吼，迄个笨的方式是无共款的，伊的喙头吼拢无共款。无共款。而且这较喙头。这西洋的啦，这看就知影西洋的嘛，所以讲喇叭。好，来哦，咱正确的答案是老师。较侪人讲的是阿雄的世纪鼓吹。因为小吹这个名确实是古早迄个台语音乐、台语歌谣的这个乐师，也是讲这个相关的工作者，拢有咧用小吹这个名。毋过可惜咱即马这个选项都无小吹这个嘛。所以若用小喇叭来讲，其实若照道理讲，小喇叭应该是会成立才对啦。问题即马就是2个词互人拣，倒一个拣较济。我感觉世纪鼓吹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就是讲世纪鼓吹较无成一个名词啦。所以这就是讲即马敢若这2项互选可能有的人认为讲鼓吹就等于是喇叭，但是其实你也用传统的拄则所讲的吼，咱老大嘛有讲嘛，就是讲你也是传统迄个唢呐迄种的，才是叫做鼓吹。所以其实调查的结果嘛是2项无差多济啦，就是讲世纪鼓吹甲讲这个小喇叭，其实选择嘛无讲差介济，不过就是确实传统的名其实是小吹啦。
哦，以上过来哦。哦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手脚冰冷啊，这台语较侪人讲到一个词，是手脚冰冷。冰冷。嘿呀，真简单，这手脚若冰冷，咱就要食素不辣。素不辣哈。嘿，因为咱这吼就是查某囡仔冷底。哦。那冷起来，骹手拢会冷。冰冷，对。是，定定嘛讲妈妈。我来咱骹手爱冷啊，你冷底啦，冷底，嘿，我来去迄落啊，用这物件互你补，哦，来素不辣来补一个安尼啦，是，所以我的答案是冷底。哦，啊那阿雄我这边吼，用较简单的直翻的啦，哦，手脚冰冷就是骹手硬，哦，硬这字吼，已经硬硬咧，冰硬咧。无，伊唔是讲已经定去，伊是讲已经寒到吼，淡薄仔要变色啊。啊，变色哦。譬如讲迄个。寒人的时阵吼，你看喺路边有当时迄个草啊布拢冻漏水，哦，有当时透早起床要去做事的时阵，若去迄漏水冻着的时阵，手指头冷啊会变色，迄种是硬，足冷的。哦，到底冷底也是骹手硬哦，看你哪哦。来，两队咱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一遍。好来，风险甲分开就对啊啦，跳，是好来，阿鲁，你选的是阿雄。我本来想要选冷底，因为讲冷底敢若是伫讲身体，体质，真是手甲骹，是，所以我骹手，唔是骹手，所以我选雄哥。你给好，因为我感觉吼，通常咱咧讲骹手。无讲硬的，骹手冷叽叽嘛，较济嘛，哟，冰冷嘛，冰冷，硬是咧形容天气的状况，比如讲今仔天会较硬，会较硬冷迄种感觉，还是讲温度降较低落，啊，你感觉冷有种会寒，啊，不过寒甲会硬，迄就无共款啦。已经真寒冷啦。对，就是会让你会来，互你会出来会起加冷顺迄种感。应该这字是较深啦。到底是我的冷底较侪人在讲，还是我的骹手硬咧？哎呦，我嘛唔知咧。嘿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，较侪人讲的是美秀的冷底。哎呦！拢有分数，拢有分数。其实这个比例嘛是共款，无讲差介侪，就是讲叫做骹手硬，也是讲叫做冷底吼。因为有的人会感觉讲冷底是有包含足侪项，唔是干那骹手硬哦。啊，其实讲骹手硬，严格讲嘛无算什么无哈吼啊。当然硬佫有几啊种意思啦，拄则已经有讲一部分吼。可比讲你啊讲咱咧讲冰敷吼，咱嘛会当讲是用冰来按头壳。啊，就是讲要互迄个温度降低安尼啦。哦，啊是讲迄个人咧讲的炼钢，就讲按梗。哦，啊是讲迄个伫拜了啊，迄个有仪式就是会甲迄按钱。嘿，对，迄按钱，嘿，对，迄拢是按，嘿，这是真趣味啦吼。对，啊，毋过较侪人是选冷底，我检测是冷底，这个感觉就是较普遍，大家知影安尼。愈来愈刺激啦！起码两边差1000尔。差1000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气泡水，台语倒一个词较侪人讲？哦，气泡水哦。气泡水。嘿，美秀这边是无糖荷兰水。哎呦，因为荷兰水以前就叫气泡水，气泡水以前就叫荷兰水。是。哦，无糖荷兰水。啊，那我这边就是搁较简单啊。是。气泡水就是汽水，只不过伊是无糖的汽水。哦。你的嘛有道理咧。但你的是传统的讲法，应该嘛是有道理。到底是我的无糖的荷兰水，还是我的无糖汽水哦？哦，看你啦哦。来，两边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一遍。对啦，风险分开就对啊啦。是，来有一边较勇敢，啊一边风险有甲分开，安尼是对的啊。应该是汽水啊，啊，做细汉拢啉汽水，啊是有糖的对不？啊，最近才有迄气泡水嘛，是啊无糖的，所以应该大家较知影汽水啦。大家无糖的汽水嘛，安尼一讲就知影。简单，荷兰水敢较无人听。系啊，我嘛唔知影荷兰水呢。好来，换咱这边的就是拢是无糖汽水。你那是纯粹分散风险。你那是心机较重。所以咱这边是拢知。为什么要甲拼咧？这场拼的过食到82岁，所以基本上这一定是要拼。
荷兰水莫讲啥，就是阮这个年纪吼，阮这个年纪虽然是30通岁啊，不过阮不要紧，记一个，记一个。阮这个年纪都唔捌听过荷兰水这个名。来，老师，咱健凯的答案是。较侪人讲的是阿雄的无糖汽水。哦，这个就最明显的，迄个差足济啦，就是选无糖汽水的吼。八声外哦，八声外，对对对。啊，其实这介趣味是讲，啥怎会有荷兰水这种名？啊，过来台湾古早有另外一个名，吼，就是荷兰水其实是中国迄边的迄个过去千古时代的迄个有荷兰商船，啊有运汽水去遐，所以中国迄边有荷兰水这个名。但是台湾这边呢，嘛是千古时代，毋过迄当阵是西亚反吼，甲法国人吼的迄个战争吼，结果就是法国人。的船嘛是载汽水来台湾，所以伫台湾来讲是法兰西水这个名啦。哦，法兰西水。啊，伫中国是当然有荷兰水这个名啦，啊，拢是咧讲汽水安尼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今日咱啉真济汽水，真有气质啦。对对对。是。好，进来看咱的分数。是。看起。今嘛有3000。啊，来看手。哦，嘛是3000哦。哦，真好，进来咱的第2回合 AI 时光机。时光机，带你看过去。对，等下就带恁去看过去。是的。一张相片哦，因为即马 AI 真流行嘛，所以讲伊家讲拢甲会叮当。嘿，啊，互你去看内面的内容哦，内面有什么内容呢？哦，有当时有可能是活动啦，活动，比如讲落田啦，哦，庙会啦，西牙市啦，啊，有当时可能是所在。譬如讲古早的某一个车头啦，还是倒一个寺庙啦，拢无一定。反正翕到什么相片，就问恁内底的物件。是，啊，阮的问题拢会伫相片内面，啊来问恁咯。加油！好，来，啊，分数安怎算？咱这回合拢总4题，4题，每一个人拢会使回答，哦。啊，但是你若拢摕到上侪，得到奖金12000块。12000块，佮继续踏起哩哦。是，无唔对。来，第1位已经起来啊！好，来手放喺这顶面，嘿，等下我讲，车手搭咱今日吹入去哦。塞到底哦。好，来先听阿雄的提示。是，刷落来要带恁来看是日本时代遐个囡仔的画面。囡仔的画面哦。好，来先看影片。啊，真正日本时代哦。哦，你看因的衫。哇。啊，无听到。哎，但是囡仔真多呢。真多啊。系啊。以前的穿插，甲今嘛完全无共。嘿，来，我要出题啊！来哦！来，今日咱要去倒去佚佗，请出题。今仔日要带恁来佚佗的所在吼，是古早，当这个所在拢专门咧照顾囡仔的所在。嘿，啊，你敢知影以前的人甲囡仔送来遮，互人照顾？这个所在是什么所在咧？来，什么所在？请手答。哦，周老师，周台长，台长，幼稚园，确定吗？以前叫这种讲法吗？是，还是搁较早以前呢？拜托，托儿所啊，托儿所啦。嗨，老师，伊安尼念会当无？对。啊，这是迄个时阵有用这个名，当然拄则想到幼稚园、幼稚园，这嘛是无算完全唔对啦吼。啊，毋过就是讲迄个所在，伊当初是嘉义林保馆托儿所啦吼。啊，当然这就是迄个时代，其实林保馆伊就是较社会福利的迄种一寡做法，一寡策略吼，去处理这个社会救助啦吼等等，啊内面都包含着这个。顾囡仔的部分安尼，所以这是迄个托儿所安尼，哈，以上。咱有3位哦，来紧的哦，换人。你讲咱真少甲看到哦，加油哦！哎，给你真足哦。是啊。好，来，上个咱先提示。是，刷落来要带恁来看是1970年代嘉义火车头附近的光景哦。好，来先看影片。哦，这我有印象呢。
1970年代嘉义附近遐吼，上早的时阵，遐是一种长途的客运，这种客运已经改做即马现代一种名，而且换人经营啊，叫做什么名咧？哟哟，哦，来，少年呢？这是上早的公路局，后来互倒一个单位经营咧。是，刷落来要带恁来看是1970年代嘉义火车头附近的光景哦。好，来先看影片。真足听，今日咱要去倒去佚佗，请出题。是，啊，拄仔咱看到的是1970年代嘉义附近遐吼，上早的时阵，遐是一种长途的客运，但是伫咧2001年的时阵哦，这种客运已经改做即马现代一种名，而且换人经营啊，叫做什么名咧？哦，一种客运改一种名，叫做什么名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哟哟，哦。来，少年呢？国光客运。哎呦，赶快你这调个小可巧节就对啊。个调过来啦，差是输啦，就是你甲想做是一个4个字的词，一个名，啊，卖对中切，啊，就是一个词的讲法安尼。国光客运，国光客运。是啦，国光客运。对啦。厉害！哦，咱讲是可能较罕咧讲4字啦，吼，咱可能讲坐国公的嘛，吼，对。啊，相信老邓比我更较了解这历史啦，吼。反正伊原本是这台湾汽车客运公司嘿，啊，落尾拄则讲的2001年吼，啊，才改做就是由这个民营吼的国光客运来接手。嘿，啊，就伫嘉义火车头附近遐，嘿啊，但是听讲即马就是嘛是了钱吼，啊，所以就有一寡嘉义以南的路线拢停啊，拢要收起来。呀，这个真可惜啦吼，嘿，国光客运对，差一点尔，对，差一点，我拼者就好啊啦，好，来，今日换人。好，来上回咱请的是。是，刷落来要带恁来看是2000年的时阵的野柳。哦，2000年的野柳哦，来先看影片。哦，迄阵已经是彩色的相片啊，对，两种彩色啊。哇！哦，水。哈，高水。哦。诶。对。海洋公园。对。哇！我捌去看过。我嘛捌去看过啊，对，咱嘛拢大汉啊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。是。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今日要带恁来去海边啊看海洋公园。咱头拄仔看到吼，内底咧表演的动物叫做海豚呐。是。啊，你知影海豚台语安怎讲咧？嘿，海豚的台语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啊，嘿啦，老师都已经咧留你啊。伊伫边仔甲你看，看你当时要啥？我真正，我头壳拢在想海象。袂歹哦，袂歹呢，海象。哦，海象嘛，唔是四海象，个咯。敢若是去大只的呢。是。我后壁队友。不要紧，咱靠咱家己。系啊，我嘛紧张。你想一下，海豚，豚是啥物？海豚。豚是啥物动物？海豚。对吧？海豚。海豚。哦，海豚。炖真久啊啦。嘿啦。好来，即马就换老师啊咯，老师也无客气。照你咧讲安尼是，我说海底啊。海底。是海底。对。嘿。来分数。终于哦，搁得了3000咯。来，两位老师来解释。滴嘟嘟吼，咱有3种腔啦，所以海滴、海嘟、海嘟吼，嘿啊，主要这个野柳海洋世界，这可能是毋是上老牌的这个海洋主题乐园吼？是啊。
是啦吼，啊，这野柳咱知影到迄个。万里迄边嘛，吼，对，啊，所以这是真写人目的，因为足侪大人囡仔拢爱看，啊，就是海底无唔对，哦，以上万里甲咱的3000哦，差较济，有真贵啊哦，好，来，咱今日来换人，好，来，上个咱车提示。是，刷来要看的是咱嘉义学校当天的一种训练哦。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哎呦，这应该是拢知啊啦。对啊，是，哦，哦，这种以前甲大家拢有呢。哇，这日本时代应该就做。是，无唔对。哦，这日本时代较想要真济，对啊，吼。好来，要出题啊！加油哦！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今日带恁来去学校内底游览，咱头拄仔看到的吼是一种日本时代传入来一种武术，恁敢知影这种武术叫什么名？武术咯，爱记哩哦。好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手掉啊！是手掉来。爱也要讲，手掉也要讲。敢是剑术？剑道？哦。是吗，老师？咱手拿一支什么？剑术、剑道。哎，你两种爱选一种。剑道。哦。嘿，来，老师，剑道对唔对？无简单，无简单。哎，啊，这是日本人创立的，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吼，一个所创立的武术，吼啊强调讲锻炼身心，吼修养这个人格安尼的一种武术啦，吼啊主要是台语来讲吼有2个剑呐，吼华语的剑呐，吼唔知安怎分，有的人袂晓分，啊就是讲剑，就是咱即马所讲的这个，啊若是剑，就是迄个射弓箭，迄个射箭，迄个对，啊华语共款，但台语无共款，嘿，啊这是剑道无唔对，吼，这是嘉义专修学校，就是古早的迄个台语，迄个嘉义的当地有迄个日本人设的迄种算做职业教育的学校啦，嘿，啊落尾才分做讲有商专啊、工专等等安尼。好，以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，咱即马来看一下分数。好，看阮琴队。琴队奖6000。啊，阮唱队咧。唱队有12000哦。好，今日的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哇！2颗啊，中一个问号，问号是啥货咧？哦，问号吼，甲两边报告一下，就是奖金的意思。奖金少的吼3000、1000啦，啊若多10000、12000、15000拢有哦。要选倒位就选8个提示内面的问题，来咱念一个8个提示。有俗语、长、铁路、桂花巷、上山、节气、退火、仪式。啊，阮有一条命，互恁就是救人哦。咱队长若袂晓，啊，咱这提奖金就是15000，啊，要安怎咧？紧的，通救人队友，咱就通来救咱的队友啊。会当讲话，会当讲话，啊，咱是这算。救人会当讲话。是，无唔对。啊，即摆15000这度我唔知啊。啊，阮还有另外一个提示，就是讲分数较少的人，咱通先选。选就是紧的甲15000扭落来。冰盘就靠近嘛。是，无唔对。这个回合真紧就会冰盘哦。好，来，去你的先哦。好。来选倒一个。哦，啊，因参上好就好啊，是好来桂花巷，好是好来看一下桂花巷的奖金有偌济。哇！真正会冰盘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苗栗南庄遐有一个出名的景点叫做桂花巷，你敢知影？这吼叫做桂花巷，是因为伊遐种真侪桂花，也是讲遐小食店的暗号才号这个名的咧。啊，紧起来，紧起来！救人哦！紧的啦，嘿，第一个咱就紧的救人啦。暗号，桂花伫迄个所在，敢若真侪人种。啊，毋过既然阮妹妹
阮的傻妹妹讲暗号，啊是听伊的好。听伊的哦。苗栗南庄的一个景点，叫做桂花巷，是为什么呢？请问苗栗南庄遐有一个出名的景点叫做桂花巷，你敢知影？这吼叫做桂花巷，是因为伊遐种真侪桂花，也是讲遐小食店的暗号才号这个名的咧。有10秒的时间，是遐种真侪桂花，也是讲小食店的暗号。嗯。两个啊，唔使会使救人哦，1万块袂少哦。嘿，对哦。时间到，紧起来，紧起来。救人哦，紧的啦。嘿，第一个咱就紧的救人啦。1万块就贵啊，1万块呢。暗号。暗号。是。我本来咧想讲，应该是桂花，因为桂花伫迄个所在，敢若真侪人种。啊，毋过既然阮妹妹，阮的傻妹妹讲暗号。是，啊，1万块的代志就真大条，是听伊的，啊是听伊的好，听伊的哦，小食店的暗号，来哦，小食店的暗号对唔对？来变盘，来，奖金，你着1万咯。古早吼有一个店头，可能拢无啥物扛棒啦，吼嘛无一定讲，就是大家要安怎到底要安怎讲迄间店啊，所以就有时会用边仔的有啥物物件来讲。啊，其实遐敢若有几丛啊桂花尔，毋是讲足济啦，听讲是安尼啦吼啊，所以就是有人用桂花巷来做即个讲和咧讲迄个店头的迄个意思。啊，毋过嘛有另外一种讲法是讲，遐古早有即个社区的工作者吼，啊，甲一寡女性吼，做伙伫遐成立桂花巷工作坊啦。嘛有人有即种讲法讲，啊，啥喏遐叫做桂花巷安尼。对，啊，毋过以即两个答案来讲，算是讲是即个暗号安尼。是。好，以上。真趣味哦，吼，真趣味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咱阁有15000。15000的。吼，来，老邓。我你算啊。算多济？长啊，应该对啊。你讲长啊钱啊济啊？因为长啊就长的啊。对我讲要选长。哦，长哦，好，来长这里哦，来长的奖金有偌济？3000，不要紧，咱豆豆啊来嘛，吼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大肠包小肠这个食物的名是安怎来？是因为竹米肠较大，会使包咧内底的烟肠甲包起来，还是讲竹米肠是用底的大肠来灌的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嘿，是竹米肠较大，会使甲内底的烟肠包起来。嘿，来。因为竹米肠较大条，咱甲烟肠包起来，所以叫大肠包小肠。哦，所以才3500。对啊。这就简单的。竹米肠较大嘛，是不是？哦，好来，竹米肠较大，会当甲内底烟肠包起来，来对唔对？唔对，竟然唔对，好加侪3000尔。哦，好，不要紧，过去啊，来听老师解说，恁就知啊。来，老师。啊，这种民间的讲法有写，无一定介绝对啦。嘿，就是讲有人讲是第1项，有人讲第2项安尼啦。对啊，不过就是讲伊这个是用这个猪大肠灌的，这是确实是无唔对。嘿，啊，毋过落尾可能这个意思会有一寡变化，因为有的物件是头前的人安尼咧讲，啊后壁的人无一定完全照头前的人讲法，所以后壁的人就干那单纯讲，啊，就大包细安尼。是啊。对啊，所以这其实会使讲两种讲法拢有伊的道理啦。嘿啊。确实是猪大肠来迄个灌这个竹米肠嘛吼，对，所以目前的这个选项是安尼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咱这就较吃亏者，3000啦，3000不要紧啦，没事。嘿嘿嘿，休困者，休困者。够15000，够15000。嘿，够15000。好，来换你哦。记错就高的就对了。嘿，来换你选。哎，怎样？要多熊山。熊山。好，来熊山。熊山来看奖金有偌济？哇吼，这好算的嘞！哎，佢唔係就得去。哦，来，要出题哦！加油哦！我在小卡冷静。嘿，来，咱请。袂当我叫人。我请出题。
请问台北市的松山车头，松山街以前吼，合做迄个社口，吼歹当古社的社口。为什么吼日本人爱甲改做上山呢？是因为日本总督爱上啊，就是迄树啦，哦，也是因为遐的风景亲像日本的上山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好。嘿，是爱的树啊，哎，也是亲像日本的景。我是想讲，应该是迄风景，亲像日本的上山。哦，即马袂使救人啊，好好选哦。是，好。其实这2个答案拢足相像的，足相像的哈。对啊，一个是爱树啊啦，日本人真爱迄种相信你个。相树。他袂讲我嘛。好，好来。就是迄个答案，风景。好来，遐个风景亲像日本的上山，对唔对？大冰盘，来分数甲加落去。恭喜哦，得到15000咯！哇，哦哟，对啊。好来，咱讲咩过？啊，拄则迄个讲上山的古名吼，迄个是对迄个北部族北西即个种吼，迄个音来的啦吼，伊个原本音节较长，马里石口吼，即款的音落尾变做讲石口安尼的一个讲法，这是对迄个原住民族的音，迄个意思是讲迄个河吼弯弯的所在啦，叫做石口安尼啦，嘿，即马就是讲，咱拄仔咧讲迄个到底是倒一个原因啊？因为1920年的时阵，迄个日本人有做行政区迄个改制的即个做法啊，就是开始是讲，感觉迄个所在敢若甲日本四国的迄个马自亚嘛，敢若做真像安尼吼，啊，怎用即个名安尼？嘿，对，好，以上。好来，换你哦，老大的。咱已经揭开好啊，揭开，好来，咱来看揭开的奖金有偌济？7000啊，袂歹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24节气当中吼，人会讲什么水较毒鬼？啊，若过了这个节气了吼，爱洗痢哦，若无注意就会感冒啦。哦，来，留10秒的时间。倒一个节气？哎呦，来，大寒。哦，大寒，哎呦，大寒水较毒鬼，是，大寒水较毒鬼，小寒大寒，哦，等下开始咧想啊，应该较尾啊哦，大寒，大寒哦，大寒，节气是24节气哦，对，你也袂用救人，你要救人啊，救是不？你要救着哦，你敢知？无人免救啊，唔敢知，安尼先卖救，唔敢卖救啊，海溜，卖救，是，所以讲你要讲大寒，对，哦，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小寒就好无？小寒哦，小寒水较毒过了这个节气了后，就爱洗衣啊，无注意就感冒安尼啊，啊是毋是天气咧变化？因为你若要进入寒天，可能啊无就升降嘛。你就是秋天的升降水较毒鬼哦。有可能我是升降过秋天了后，迄个水较冷。七月过，好无？咱经升降啊。好哦。好啦，升降水较毒鬼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升降对唔对？哎呦，哎呀，是唔是？这叫做白露水，白露水啊！咱这台语有这种句型吼，什么较毒，什么安尼就是讲迄个白露水比鬼较毒安尼意思啦吼。啊，当然这毒，这个有人解说讲是可能是要讲病毒，还是讲迄个性质较毒吼。啊，主要就是都咧讲迄季节啦吼，差不多新历。讲新历是大概拢9月、初7、初8、初9这几天啦。啊，旧历无一定，因为伊个无一定完全照迄个行吼。啊，就是讲即个白露即个节气了后，差不多就是开始温度会较降啦吼。啊，露水较重，啊较冷，较高感冒安尼啦。嘿，所以讲过去有即个俗语，白露水较毒鬼。好，来换咱啦哦。呀，你算，起码就1000、3000、9000万。无俗语好不？好，俗语哦。好，来，咱看者俗语的奖金有偌济？
哎呦，不要紧，大家来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俗语伫咧讲，暗头啊食什么半暝仔会反正？你敢知影这个什么是什么果子咧？来60秒的时间。你若要分我来讲，分你300的。这道应该简单啦。我真正唔知影呢。你，我想什么暗头啊食果子，食什么果子的？反正半暝仔会反正。西瓜吗？对啦，好，西瓜对。看你啊，拢可以啊。西瓜哦。西瓜对，为着加互你趁1000西瓜对。哎呦，哥哥甲伊讲答案没有？阮老董会讲西瓜对啦。半暝仔食西瓜。你想我是想讲西瓜较冷啦。看你要相信伊无？反正伊讲的是变过来的话。你莫甲我害好无？千条我还要看。你妈你为了1000块钱呢？1000条要互你趁的。是。要相信无？嘿。我想袂出来。我无就西瓜啊。当然讲西瓜对啦。西瓜啦。好啦，西瓜啦。好，来咱看下西瓜对唔对？袂甲你骗。好来分数。好啦，歹势甲你讲。恭喜你了100啦！主要是反正这个意思，反正有2款意思吼，一种就是讲变化恶化迄种意思，嘛有另外一种意思是讲旧镜头压起来安尼，吼，这是反正所谓的暗头啊食西瓜半暝反正，有的人是甲解说做讲头先食得好好啊。若要出代志，应该随着出代志，乃到半暝，搁过几啊点钟才出代志。所以就是咧形容讲想象的一个变化安尼啦。嘛有人抓延伸做讲，敢若袂输讲的甲做的无共。我头先讲安尼，落尾煞变卦安尼吼，嘛有人安尼用啦。吼当然讲西瓜较冷吼，就是所谓个冰过西瓜搁较敖，可能有的人胃肠较无好势，就搞出问题吼。所以这有几啊项无共的解说安尼，嘛有人延伸的形容来用安尼。吼，以上老邓换你哦。你搁听恁朋友的。其实题目拢困难。我感觉意识。今夜管应该是意识较。意识哦。咱来定意识哦。好来，意识的奖金有偌济？5000。系啊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时阵吼，咱会举办社土的仪式？是店面开幕的时阵，还是讲咱迄个建物已经起好落成的时阵？是，好来，60秒的时间。社土。社土应该是起厝起好的时阵。是，建物起好落成的时阵，对唔对？应该是有这种讲法传统，主要就是讲你若是动土啦，起什么物件，拢会去干扰到这个土地吼，这个相关的这个万物生灵安尼啦，嘿所以就是讲起好吼，应该爱社神社土安尼吼，主要是安尼以上。是好，换你哦，即马阵2题鸟。较贵就铁路啦，铁路较贵啦。拼者。好啦，袂输啊。铁路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铁路奖金有偌济？哇！你迄万二呢？万二也袂出来对无？应该是万二也袂出来。不退货迄个万二。来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铁路。请问台湾铁路北回线的第一站是基隆站，还是咱苏澳新站？来，60秒的时间。这真困难哦。是。是基隆还是苏？苏。是，确定。应该是苏澳新站，因为家人伫咧车顶头。伊等伊是调线。伊敢若。伊毋是北回线。对。咱要去华联了嘛吼。对。好。对。来改就安尼。来，苏澳新站对唔对？应该若阵有咧社会车有坐过，应该是知影啦。是。主要是讲这北回吼，甲其他的铁路比较是，这条是比迄个平行的这公路算运量搁较大的一条，这是伊的重要性。好，以上。退费啊！真正爱退费。爱退费啊！你啥爱退费啊？好，来，咱来看退费的奖金有偌济？
万二啦。高清无算掉。哦，来，请出题。请问热人的时阵吼，咱定定会啉迄个青草仔茶来退火。啊，伫咧平湖有一款青草仔茶，有平湖青草仔茶的称呼。你敢知伊是什么茶咧？哦，来60秒的时间，你等下救人哦，你也袂救人哦。来，你平湖，你真有名。嘿，爱救，若无因拢无镜头啦。救人，啊，起来，嘿，救人。啊，拿刀休，应该嘛唔是咧。我刚刚是仙人掌。啊，无偏哦，啊，菊花。嘿哦，这菊岛，因为迄菊岛啊，迄个咱路的拢通啊，小菊花，四个拢有啦，四个拢有哦。啊，食了真正啉了真配味。啊，佫有啥？你敢有说拿刀割唔是啊？拿刀一般是拿刀剃刀，迄无人咧做。叫花啦，迄无咧食的啦。我感觉迄个天人菊啦，因配有一种菊花有的天人。迄个会退味嘛？哎呀，菊花会退味。菊花茶，就安退会，爱退会啦，爱啦。因安尼应该唔捌啉过。嘿，来，好来，你的答案是菊花。菊花，好来，咱来看下菊花对唔对？因真正唔捌啉过迄。够玩弄的。一般迄个咱伫市面上看到是拢写红乳茶啦，红乳啦。红太红啊，乳的乳也乳店名有草字头，红乳茶啦。伫咧迄个品牌看到迄个标明迄个产品的名是安尼。啊，事实上因为伊是迄个。迄种食物吼，伊有一个食物的迄个属吼，是属伫咧香乳属啦，所以嘛有人讲香乳茶，就是迄个香乳属安尼。啊，香就香港的香，对。啊，迄是会拍，敢若袂输咧拍电安尼四过炭吼，啊，生命力足强的，就是平湖迄种安尼，足高风啊，搁有时也无落雨吼，迄款的天气。迄个结果会当生存甲真好吼，啊，所以是平湖的青草茶这种称呼。啊，嘛有另外一个名，有人甲号做山三仔茶。嘿，啊，毋过伊即个香乳茶啊、红乳茶较侪人讲安尼，吼，以上。好，来，咱即摆进来看分数，我们琴队即嘛有41000，啊，来咱唱队咧有17000哦。好，即摆进来的7秒6000斤。1秒6000斤，看图又属于。来，等下有一个图互恁看。嘿，哦，伊袂叮当哦，你爱看伊到底是你为啥物？好，嘿，提示拢伫顶面哦。好，啊，阮有3题。啊，咱即摆奖金偌济？即摆是41000块。41000块哦。1秒就是1000块。是啊。是41000块，有41秒。是的。无够，搁添30秒，变71秒，好唔好？41秒，3题尔，所以讲一直讲到。相对停落来啊！哦，啊，几个哩，阮进前会甲恁讲哦。好，来，咱要出题哦，上回咱请出题，这一下，这是定定咧食的啊。甘蔗，你看顶哦，英文啊 ，sweet 啊，甜嘛，啊 bitter，甘蔗，嘿，安怎？甘蔗，倒吃甘蔗什么甜？拢总41000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摕偌济回去咧？所以讲一直讲到相对停落来啊！哦，啊，几个哩，阮进前会甲恁讲哦。好，来，咱要出题哦，上回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6个哩。你看迄个时钟写几点？是。说电视嘛有吼。9点吗？啊，9点是啥物时阵？要困。是毋是9点困的？敢会？较困靠眠。啊，正确。是较早困靠眠。哎呀，9点就困啊。是啊，哦，这真正真早，不过真正常啦。嘿啦。是，所以讲叫咱较早困靠眠啦。是，啊，这句话敢要送互老党。是好，来看着表数。哦，够58哦，这是今日的奖金哦。好，来第2题。来哦，请看。来6个哩。这一下，这是定定咧食的啊。甘蔗，
感谢伊安娜两边无共识，什么意思？是看地图啊，是看啥？你看顶哦，英文啊 ，sweet 啊，低嘛，啊 bitter，甘蔗，嘿，安怎？甘蔗，倒吃甘蔗什么甜？哦，哎，无咱提示一个，给你提示一个。无，甘蔗无安怎？甘蔗我不要讲伊的意思是讲，无迄个拢好的啦。哎，甘蔗无香桃甜。哦，这个。好。无啥也要讲台语，别个也要讲台语啦。啊，加油！甘蔗无上头甜啦。是。嘿，若无到底，若搁继续落去就变甜啊。是啦。是甘蔗无上头甜。意思是讲无迄个事行无迄个两个拢好的啦。是无唔对。好，来看一下秒数。哦，够2万，袂歹哦，加油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第3题哦，来请出题。来请看。好，10月日，嘿，高雄、台北，嘿，拢有上有哦。台北是咧什么？哎，高雄是倒位？你告诉名，现在告诉名。啊，这个。哦，这搞我甲拍落去，你讲名声，下港真出名啦，上出名啦，是。后来即摆上出名就是咱的啊，纯八斤啦，袂歹，一个分2000真济啊，差不多啦。会使去食一顿好食青草的啊，无唔对，而且佫通啊来咱的服侍啊咧。好，来，咱即摆来去颁奖。哦，加油！拿走100万好，谢谢咱的国文老师。啊，感谢咱陈宏伟陈老师，辛苦啊！再见，有机会到顶边来去，我哋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